我成日講話買蟲草呢，其實就唔係話喺一啲嘅電子平台上邊去嚟買一啲係好平價嘅嘢，買錯咗就係唔要佢啦。因為蟲草嘅價錢都的確係高嘅，所以你一定要懂得嚟到去有啲嘅步驟，確保自己唔係話淨係睇一個包裝嘅表面。記住幾個嘅程序，首先呢，當然要打開個包裝啦，讓到蟲草你可以直接嚟到去聞到啦、摸到啦，甚至倒出嚟嘅時間聽到佢嘅聲音，睇下佢嘅結實度嘅。最後梗係慢慢逐盒嚟睇下揀邊一盒啦。咁無論你去邊度買蟲草都好啦，首先係要求打開嗰個包裝，除咗可以睇清楚之外咧，最緊要嘅係可以近距離咁聞一聞。天然野生嘅冬蟲夏草呢，因為係喺高海拔經過陽光嗰個嘅曬照，係有一股撲鼻濃郁嗰個香味嘅。而呢股嘅香味就係區分野生蟲草同埋培植草嘅分別嚟嘅。聞咗之後呢，一定要將蟲草倒落一個嘅木嘅盤啦，或者個鐵盤。目的係咩呢？當蟲草跌落呢個盤面嘅時候，發出嗰個聲音呢，係好鏗鏘呢，就反映出呢個係一個乾度夠、結實度夠嘅蟲草啦。然之後你將一執嘅蟲草攞上手，個別嚟到撳一撳佢，咁樣呢，就可以感受到蟲草係咪真真正正夠乾、夠結實、夠飽滿啦。如果依家你正準備想去買野生冬蟲夏草嘅時候呢，又希望有我上述所提及嗰種親身而客觀嘅體驗嘅話呢，我歡迎你哋嚟到去大斬全線嘅分店，我哋嘅員工會逐盒嚟到開俾你睇，俾你聞，俾你摸，甚至係倒出嚟聽嗰個嘅聲音，以至你真係可以買到一盒心儀而有保障嘅野生冬蟲夏草。一句到底就係要買得放心。